秦王千里迢迢来我郢都，足以表明诚意。只是这婚姻全凭缘分，不知舍妹与秦王是否有缘呢？久闻楚国嫡公主兰心蕙质，花容月貌，嬴驷倾慕已久。今日舍妹恰巧在宫中，秦王若不嫌弃，寡人把她唤来一见，可好？嬴驷三生有幸，愿一睹嫡公主风采。请淑公主来。是。楚王，请。秦王，请。他说他是来相亲的，原来是来相你的。哎，姐姐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你呀！肥面宽鼻，粗手粗脚，头大如斗。你看，他胖的都没下巴了。姐姐，这可是你呀！讨厌！楚国嫡公主芈姝拜见大王。秦王。今日嬴驷大开眼界，令妹果然天赋迥异，四德绝佳。啊，秦王口中的四德，可是《周礼》所言的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。舍妹淑儿自幼在宫中悉心教养，四德自然是不会差的。此四德非彼四德也。令妹是饱德、饿德、热德、冷德。哎呀，秦王此话怎讲？令妹体魄健壮，耐得饥饱寒暑，粗音大嗓，说明内气充沛。再看双手，寻常宫中女子都是纤纤素手，青葱玉腕。令妹之手却粗壮、红润、有力。这气味，这浑身气味是油烟柴薪之清香。齐公主该是精于煎熬繁制之烹饪高手。都说当年齐桓公的庖厨易牙，厨艺无双，只怕他若在世，也羞于与令妹比肩。秦王真是说笑了，淑儿先下去吧。是。秦王目光犀利，识人有术，寡人佩服。本王与楚王之嫡妹果然有缘，望楚王能成人之美。秦王，你当真要娶那个她吗？既然她就是楚王的嫡妹芈姝，本王别无他求。这大殿之上，君子一言可不能反悔啊！那是自然。本王要娶的就是楚国嫡公主芈姝。来，楚王，来，秦王，请。原来那老伯就是秦王。那秦王修剪了胡须，竟然一表人才，气宇轩昂。
只是他怎会如此糊涂，竟不分美丑，被王兄戏弄？姐姐这样痛心疾首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中意那秦王了。秦王有何不好？秦王自然是好，可他在大殿对大王信誓旦旦，要娶的楚国嫡公主，可是那个浑身柴薪清香、善于烹调的胖秘书呢？那他是中了王兄的圈套，说不定他就是看中楚国嫡公主厨艺了得呢。你平日里姐姐妹妹的叫得那么亲热，如今我是热锅之乙，你却在一旁看热闹。好了，姐姐莫急，你说你要我如何帮你才好？得有人出宫，告诉秦王实情。这有何难的？此事交给我了。子歇，哎，子歇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不去哪儿。既然你不去哪儿，正好给我帮个忙。你那样厌烦我，为何还要来找我？你这个呆子！我找你，就是因为我有了麻烦，要找你帮忙。听不明白。你是君子，假如不是因为与我赌气，你怎会不明白？我黄歇前生前世就是欠你的。说吧，又有何麻烦了？不是我有了麻烦，是舒姐姐有了麻烦。你得带我出宫一趟，去见一个人。那我得考虑考虑。谢过黄公子，走吧。这策论十分要紧，劳烦你带我去面见大王。大王忙碌天下之事，哪有功夫看你的东西？这策论就是天下之事。走，不可以貌取人，要么代为转交，不可对读书人无礼。你们快就快在不读。走。张子，你的伤还未好，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张毅一肚子历史谋略，无奈世人有眼无珠啊！张子若有文章策论，子歇愿为转之。张子，这是黄公子黄歇，太子陪读。这是张子，曾为令尹朝阳的门客。哎不，朝阳不提也罢。朝阳待我如贱奴，我视朝阳已如仇敌，都过去了。可叹这身衣裳逼得张仪走投无路。魁姑正在为张子做一件新衣，你何不耐心多等2日？等？我张仪年庚已过40，一事无成，度日如年。黄公子，那就拜托了。我和月儿正好要去见秦王，若是张子不嫌，可一同前往。对啊，你的锦绣文章也可以让秦王看看。不可，行医看病讲究对症下药，在下的文章是专门写给楚王的，对其秦王没有用。不管怎么说，一同去吧。王兄，咸阳送来大良造公孙衍的急信。出什么事了？年初，义渠国那边旧王病故，立了新王翟离。义渠国的王叔对此耿耿于怀，为此准备带着重礼到咸阳拜见寡人。义渠国年年搅扰我大秦边境，
是寡人的心中大患。公孙衍提议借一群内讧之机，灭掉他们的气焰。看来，寡人不得不马上离开郢都，回咸阳一趟。但这秦楚联姻之事，楚王已经答应将嫡公主芈姝许配给寡人，寡人正好回咸阳，在六国结盟之前，准备一份厚厚的聘礼送到郢都来，看那楚王如何收场。王兄，那贾芈姝实在是丑得吓人呐！放心，只要那楚王有胆量嫁，寡人就有胆量娶。大王，外面有人来访，说与楚国公主有关。我去看看。小丫头，怎么找老伯找到这里来了？恕芈月眼拙，竟不知那日的救命恩人就是秦国大王。不必多礼，贵人们无恙便好。老伯修过胡子，以真面目示人，果真一点都不显老。啊，这是皇公子黄歇，这是张子张仪。大王，大王，屈子高徒，太子伴读，本王久仰大名。大王客气。虽是初见大王，但秦王之名天下皆知，一代雄杰，黄歇佩服。秦国自商君变法以来，国势日彰，诚邀天下士子入我咸阳，共谋天下。那屈子名动九州，寡人正思量，若诚邀屈子，不知他是否肯屈尊入秦。楚国乃屈子之父母之邦，恐怕师父不忍背弃。不错，如今楚国势强，屈子身为左徒，深受楚王信任，力图在楚国变法，前途无量，何必千里迢迢远去秦国？然世事盛极必衰，如今楚国朝堂之上，极恨屈子的大有人在，拥护变法者甚寡，更何况楚王为人优柔寡断，只怕一日翻脸，屈子便朝不保夕。身为旷世之才，屈子难道甘心在庸君手下做一个庸臣？男儿生于天地之间，自当纵横天下。若是一举能动诸侯，一言能平天下，岂不快哉？秦王对我楚国宫中之事仅知一二，就此推论，恐怕有所偏失。寡人知道，秦国能给屈子的，楚国也都能给屈子。但寡人今日会给屈子2个字，是楚国一世都给不了的。敢问是哪2个字？请黄公子转告屈子，那2个字是痛快。楚国绝对不能给屈子痛快。哼，小丫头，你说寡人的话对还是不对？对，也不对。怎么讲？说给别人或许是对，但说给屈子，那便是不对。玉儿说的对，大王让黄歇转告屈子2个字，只怕屈子亦要还大王一字。何字？忠。子不忠父，乃为逆子；臣不忠君，终为二臣。好，寡人明白了。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请黄公子转告屈子，若他日在楚国有什么委屈，无论何时，秦国的大门永远为屈子敞开。如此，多谢。小丫头，小丫头来找寡人，只怕还有别的事吧？玉儿受人之托来告知秦王，那日入宫相亲，所见嫡公主芈姝，并非真芈姝。
何人托你来传话的？秦王该是心里有数。那他为何不亲自前来告知？身份尊贵，岂能随意与陌生男子相会？上次寡人受人恩惠，一直想将他物归原主，但不得时机。不知小丫头可否帮忙？秦王放心，我定会让这块方巾物归旧主。好，无事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哎，张子，张子，不与我们一同走吗？我可以走，但只怕我这一走，有人会错过一个人才，错失一次良机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所以，你们先啊。啊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唉，张子为何事而愁？为何事而愁？眼看着一桩好事就要付之东流，我当然发愁了。张子此话何意？秦王雄才大略，眼下楚国打算和吴国结盟，秦国又想和楚国连横，这狄公主芈姝的婚事，于是就成了吴国与秦王之间的赌注。但是我只怕秦楚联姻之事难遂秦王之心愿呐。你看，屈子虽为贤臣，但明珠暗投，楚王好色，晋上奸佞，昭阳刚愎自用，再加上后宫威后弄权，郑袖贪婪，这连横之事只怕凶多吉少啊。张子此言众所周知。是，这些众所周知，但大家并不知道，那狄公主倾心的是秦王。只要秦楚能够联姻，秦王能娶了狄公主芈姝，这五国结盟不攻自破。张子此话，寡人早已明白。秦王心中虽明白，但也束手无策吧。要不然来了楚国这么久，为何拖着迟迟不见你？拖在这客栈，又为何给你弄了个假公主啊？这一切都说明其中有蹊跷。但是秦王你人生地不熟，没有一个人替你疏通阻塞、铺路搭桥，对不对？此话倒是不假。我愿意做这个人，我张仪愿意促成秦楚联姻，促成大王抱得美人归。可是，张子凭什么夸下这海口呢？凭什么？就凭我这3寸不烂之舌。寡人看得出张子手头拮据，给你20斤，去自谋生路吧。秦王是把在下当成沿街讨饭的叫花子了，还是四处招摇撞骗的小人了？啊，20斤，200斤，2000斤又如何？我张仪服的是贤君明主，图的是江山社稷，再多的钱财在我张仪眼中都视如粪土。唉，可惜啊，这点不是人人都能懂的。告辞了。等等，既然张子志向高远，那好，寡人就与你2月为期，看看张子的本事。2月就2月，2月之后，我让你看看张仪是如何让5国郢都会盟之事
化为泡影。好。哎，寡人给你10金，去买身衣服。事成之后，有意思。妹妹，你见到秦王了吗？自然见到了。那秦王怎么说的？他说要你去见他。秦王怎么会？妹妹吓你呢。怎么，你真的想去见他？不跟你说了。看你那神色，口不对心的。拿去，这是他托我还给你的。有劳妹妹啦。给你。哎，这不是我的方巾，让我看看。这是秦王的名字。那要不要我再去一趟，把方巾给姐姐换回来？这么说，是郎有情，妾有意啦？人是你去见的，方巾是你拿回来的。你要再这样，我去找母后评理。评理我倒是不怕，左右不过是一顿打罢了。只是可惜了这一桩好姻缘啦。那这方巾我不要了。不要了？不要？那我也不要了，我扔了。我扔了。嘿，姐姐。可惜了谁的好姻缘呐？我听说，眼下各国君王打算派使臣要来向舒姐姐求亲，不知谁最幸运，能与姐姐结下这桩好姻缘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妹妹人品出众，我也是好奇的很呢。秦王在此亲临郢都，楚王命我等在此恭候大驾。有礼。不过2月10日，臣弟与王兄又来到郢都城了。大良造公孙衍曾经劝寡人改弦更张，弃南就义，弃远就近，迎娶魏国公主。寡人却因此更觉得楚国这一趟必来不可。楚离子，你怎么看？王兄是觉得不易到手的东西更珍贵。这一回，寡人想要的东西都会到手。拜见大王，楚离子。张子免礼。寡人在路上已经听说，张子一张妙嘴，顶下千军万马，略施小计，便离间了楚国和魏国的关系。想来有张子在，要让那6国合纵变得分崩离析，并非难事。大王，有时候一个人的鼻子要强过数万兵马将士。本王这次来郢都，名义上是来给舒公主下聘礼的，但聘礼下得成下不成，还有变数。张子看，这步棋该如何走啊？只要将秦楚联姻做成事实，这5国合纵就告吹了。不过赵侯雍这几日也派了使臣到郢都来向楚公主求婚，就住在这家驿馆里。所以大王这一次遇上了一个劲敌呀。那赵侯雍与朝阳来往热络，朝阳在宫中根深权重，若他站出来为赵侯雍说话，这分量不可小觑。你今日晚些时候，给晋上送些好礼过去。即使朝阳替赵国鼓吹，那晋上也该有话可说。你送礼，他也会送礼，
送来送去不就是个礼吗？可有一样东西比礼管用，那就是情。楚公主对秦王有情，秦王对楚公主有意。为什么要将这个事瞒得密不透风呢？倒不如散出去，让越多的人知道越好，最好让赵国的使臣也知道。张子说的有理，姻缘讲究水到渠成，能想法子让赵国使臣知难而退，是最好不过了。与其苦等水到渠成，不如早早的将生米做成熟饭，这叫大行不拘细谨。妹妹，姐姐，你也是太不听话了，身子这么虚，动不动都咳出血来，怎么还做针线呀？我今日觉得精神好多了，想做个香囊给子谢。哎呦，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不在这一日两日的。我能活到今日，全靠姐姐舍命相救。这次若没有你，净说傻话。上次我被蛇咬，妹妹不也是舍命相救吗？在我心里，我觉得我永远都是欠姐姐的。那你以后啊，就慢慢还吧。哎，其实现在想起来，你和那个黄公子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妹妹福泽深厚，才能找到像黄公子那样万里挑一的好男人。姐姐别急，姐姐是月儿命中的贵人，月儿为了答谢贵人，定会想法子尽力成全姐姐的姻缘。数你嘴甜。好在你我都各有心上人，不然姐姐定是抢不过你的。姐姐放心，只要是姐姐的心上人，我定不会与你抢。谁想到张仪竟然为了一己私利，对美人姐姐毫不怜惜，视如草芥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那个张仪真的说秦王已经回到郢都了？好像是。我就猜到他会回来的，他真是至情至性之人。张子真的说秦王回郢都是为了给舒儿下聘礼？除了舒姐姐，这楚宫当中，谁还能入得了秦王之眼？好妹妹，姐姐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既然秦王对我有情，那我也应该让他知晓舒儿的心意。姐姐是要私传信物给他？小声点儿。照理说，妹妹还未痊愈，不该劳累妹妹的。我不累，不就是替姐姐出宫一趟，去见那个秦国老伯吗？你老伯老伯的叫，好像他真的很老似的。不老不老，他不老，他与姐姐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。好啦，妹妹答应你就是了。好妹妹，这件事情干系重大，我该如何谢你才好啊？你我之间若用得着谢字，那便生分了。老伯，给，拿着，这是舒姐姐的一片心意。老伯，你真的觉得我很老吗？你虽不老，但年纪也不小了呀，还不赶紧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，将舒姐姐迎娶到秦国？晚一步，可是有人要抢的。这我知道。小丫头，回去告诉你们舒公主，本王定不会负舒公主一片真心。赵侯雍派来的求婚使者就住在这个驿站，朝廷内外不少人都主张要将舒姐姐嫁给赵侯雍。老伯，
快动作，也好叫舒姐姐定心呐！啊！这就是赵国派来的使者。是。公主慢走，望公主下次再来。秦王不必相送，告辞。楚离子，敢问刚才离去的是楚国的哪位公主？还有哪位啊？自然是楚国的嫡公主芈姝啊。嫡公主怎么会一个人出行呢？嫡公主的随从都在外面候着呢。这不符合规制啊！嫡公主金枝玉叶，她来与秦王相见，难道还要弄得世人皆知？秦王带着聘礼在宫门外几次求见，我大楚乃礼仪之邦，大王总不会永远避而不见吧？赵国的使者来郢都多日，提亲之事也要落到实处。不把秦王打发走，寡人如何给赵侯雍一个交代啊？大王说得对，那就应该赶紧见秦王才是。那秦王来郢都是给舒公主下聘礼的，寡人见了他如何应答呀？当真把那个厨娘嫁给他呀？秦王一定要娶，大王就将那厨娘嫁给他，又有何妨？事情揭穿，出丑入乖的该是秦王，与大王有何干系？这君子坦荡荡，鱼目混珠的手段实不可取。既然合纵大策已定，大王身为合纵长，还是当面义正辞严拒绝秦王为好，让其知道大王合纵之决心，免得日后更多纠缠。他若不肯与寡人让步，又当如何？这里是郢都，不是咸阳，他敢怎样？他若识趣，乖乖的走了，倒也罢了。他要用强拿下他的人头，是轻而易举之事。大王，此非仁义之举，万万不可！大王，此事还需慎重。大王，容寡人再想想。妹妹，王兄已经决定了，明日要宴请秦王，商讨婚事。姐姐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那是圈套。圈套？适才子谢告诉我，他还是从屈子那里听说的，说大王已经听从昭阳的劝说，要在筵席之上埋伏刀斧手，诱杀秦王，将你嫁与赵侯雍。这可如何是好？王兄这是要葬送舒儿的一生。妹妹，快随我一同前去，求屈子帮忙。屈子认为此举非君子所为，执意反对，所以筵席之上只有昭阳一人作陪。秦王生死只在昭阳一人之手，此事连屈子都无可奈何。那他定是凶多吉少了。只需要姐姐拿定主意，秦王便会无恙。主意？什么主意啊？我此刻五脏俱焚，哪还有什么主意？好月儿，你替姐姐出个主意吧。月儿想，秦王若不去赴宴，他们就拿秦王无可奈何了。可如何才能让秦王不赴宴呢？姐姐放心，我这就去给秦王通风报信。哎，等等，我想办法偷偷拿出母后的出宫令符，和你一同前去。好。谁？舒公主有要事要见秦王。请稍等片刻。公主请进，王兄已在等候了。就是这儿。
先进去看看。谁？老伯，不是说是舒公主吗？小丫头，别生气，本王把你当成舒公主了，鲁莽造次了。老伯不是鲁莽，是目力太差。姐姐来了，在门外呢。姐姐，走。我在门外等你啊。大王，路上小心啊！大王放心吧。赵大夫，赵大夫为赵侯雍求婚，已在郢都滞留多日。今日楚王设宴，与寡人商议嫡公主芈姝的婚事。赵大夫何不一同前去？楚王跟你谈婚事，关我何事？诧异，嫡公主身边有几个婢女，都是绝色的。赵大夫可以请求楚王将其中一个婢女许配给赵侯雍。你，赵大夫刚才已经亲睹楚国嫡公主的容颜，既然无法娶到嫡公主，退而求其次，并不难看。告辞了。昨晚上我就一直守着那扇门，等啊等啊，一眨眼天就亮了。舒儿也是觉得奇怪，怎么一眨眼天就亮了？姐姐究竟与秦王说了些什么？难道姐姐没有劝说秦王今日不要赴宴？说了，可他说要光明正大娶我为后，所以一定要亲自面见王兄。秦王热血男儿，值得姐姐倾慕。不过昨日一夜未归，万一魏后追查起来，姐姐该如何回复？秦王愿为舒儿豁出命来，我眼下哪还顾得上那么多？
脱履解剑。剑为男人之胆，身为秦王，剑不可离身。无妨。秦王，喝酒。来，都听仔细了，你甩杯为好，格杀勿论。本王上次进咸阳，就听说了一件事。何事？听说楚王常年患有隐病，因难于向世人启齿，无法根治，是楚王心中一块痛处。秦王，你什么意思？楚王听我把话说完，但本王却以为，楚王所谓隐病，也许正是楚王天生异禀之处。此话怎讲？楚王可曾听说过，我们西北有种兽类，叫香獐子。雄獐子天生香囊，其香气让雌獐子苦追不舍。楚王身上气味奇异，不正好雄冠楚宫吗？真有此事？本王这次特意为楚王带来了麝香，都说这东西若做成香囊，挂在身边，会让男人威力倍增。楚王不妨试试。秦王，本王一定试试。楚王好客，特意设宴宴请本王。本王早就听说楚王酒量无敌，所以先敬楚王3杯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干！且慢，这杯酒，本王是要为楚秦联姻，你我从此一家而庆贺。大王，秦王此话不妥。楚国与秦国何时联姻了？对啊，秦王，你与我楚国何时联的姻呢？寡人就是在这大殿上向楚王请求迎娶嫡公主芈姝，楚王当场承诺，并请出芈姝与我相见。不过才2月有余，楚王忘记了吗？此事寡人自然是没有忘记。可那日秦王见到的只是我楚宫的一名普通厨娘，并非是嫡公主芈姝。若秦王真的一味索讨，那寡人只好把那个厨娘给你了。君无戏言，本王一直都是向楚国嫡公主芈姝求亲，楚王答应的也是将嫡公主芈姝嫁于本王。芈姝明明是大王之妹，今日怎可随意拿个厨娘来搪塞？这联姻之事，你情我愿，秦王这是要强讨硬娶了？怎能说是强讨硬娶？是你们有言在先，言而无信。明明说好的是嫡公主芈姝，怎会变成一个厨娘？久闻出离子，能言善辩，伶牙俐齿，佩服，佩服。我们喝了这杯酒，如何？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等等，令尹大人真会说笑。楚王若不肯嫁妹，本王又怎能应娶？楚王，这把刀太钝了，看来要用上本王的这把匕首。楚王，要我来帮你吗？这秦王不必客气。
寡人。楚王看，这把匕首如何？好匕首，鱼肠匕首，削铁如泥。楚王可愿试上一试？是就不必了。楚王，你这是要拿本王的命吗？寡人的本意是，楚王为了悔婚而杀秦国之君，楚国即成为秦国勇士之仇人。杀人一时，结仇百世，楚王以为值得吗？楚王言而无信，翻脸杀人，为世人不齿。来日，楚王又如何面对诸国国君？秦王，这是个误会，误会。本王知道这定是误会。若不是误会，刀剑无眼，只怕本王性命还在，楚王的性命却没了。赵阳，秦王，这里是郢都楚宫，不是你咸阳大殿，不得无礼。明明是你等埋伏了刀斧手，剑拔弩张，无礼在先。楚离子，不用再说了。楚王诚意邀请本王赴宴，商谈联姻大事。既然早晚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过分计较？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为何这些人还留在大殿之上啊？赵阳，寡人有贵客在此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们这些丢人现眼的家伙，都给老夫滚下去！还不快滚！好了，来来，让本王再敬一杯，祝楚王在诸国君王之中拔得头筹。本王知道，楚王一向对我汉中商於之地情有独钟。若楚王愿促成秦楚联姻，那么这商於之地好商量。什么？秦王此话当真？当然是真。本王对舒公主倾慕已久，望楚王成全。舒公主出嫁之事不宜再谈。眼下楚国正准备与吴国结盟，大王前不久刚应允了赵侯雍的求亲。楚国只有一个嫡公主，总不好一人许配给两国。是啊，秦王，此事寡人的确是为难。大王，晋上晋大夫有要事要禀报大王，让他在大殿外等着。晋大夫说是要事，等不得。什么事儿如此慌张？让他进来。是。启禀大王。晋上有什么话赶紧说。啊，大王，赵国前来求亲的使者，走了。什么？赵国前来求亲的使者走了，离开郢都了。这个赵侯雍简直是荒唐，朝三暮四，竟然把两国联姻此等大事当作儿戏。赵国使者临走时说，他们亲眼看见秦王和舒公主多次在驿馆私下相会，郎情妾意。既然秦楚交好，外人
怎能过分勉强？一派胡言！寡人的王妹舒儿，自幼乖巧贤淑，怎会与秦王做出那苟且之事？除非是赵国有。老夫担保，那赵国使者并非无中生有之人，必定是有人使诈。秦王，此事关乎到寡人的颜面和我王妹芈姝的名声，还望你能给个交代。本王自然会有交代，只要楚王应允，择日迎娶舒公主便是。你们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可惜呀，已经水到渠成，生米煮成熟饭了。两位公主，请留步。谁敢阻拦狄公主，小心你们的脑袋！拜见大王。拜见大王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既然是商议舒姐姐的婚事，那总该问问舒姐姐自己的心思吧。大王，女子婚配向来全凭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大王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好，淑妹啊，寡人今日就当面问你一声：秦王嬴驷3番2次来我楚国求亲，声言非你不娶。可这秦国千里迢迢，道阻且长，王兄认为你一定不会愿意嫁到那荒僻之地的，所以正打算替你做主。大王恕罪，此事还是由舒儿自己做主吧。你说什么？求大王体恤兄妹亲情，成全舒儿与秦王的姻缘。楚王，这第3杯酒，就祝本王与舒公主百年好合，子嗣绵延，如何？母后息怒，舒妹妹也算是个性情中人，竟然不顾母后的颜面，只身闯入大殿，当众承认与秦王的私情，让大王好生难堪。哎呀，如今大王对这桩婚事也无可奈何，母后还是顺水推舟算了。啊，臣妾就是想给母后通个气，免得一个人蒙在鼓里黑不隆咚的。既然婚事已定，母后的心也该落下了。臣妾可真是为舒妹妹感到高兴啊！好了，臣妾告辞了。恭喜母后！气死我了！真是气死我了！南后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威后若是真生气，就招了他的道了。但舒儿怎会自降身份，自甘堕落？那秦王有什么好？哪点比得上赵侯雍？真是喝了迷魂汤了。舒公主也许是受了别人的挑唆，那月华台里不是还住着个芈月吗？可不是，我真是糊涂，竟然让舒儿和那个贱丫头在我的眼界之外恣意妄为。đại妈，传我的旨意，让舒公主马上给我搬回高堂台。是，微后，晋上大夫求见。晋上一向跟南后热络，南后刚走他就来了。那奴婢去回了他，就说微后身子不适。等等，听说秦王就是托晋大夫为他出面求亲的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花言密嘴的。让他进来。是。
拜见威后。免礼。谢威后。听说靳大夫近日为楚秦联姻之事忙碌得很，今日怎会到我这里来？微臣是给威后道喜来了。喜从何来？秦王久慕舒公主贤德美貌，愿以倾国之力来迎娶。舒公主乃威后掌上明珠，秦楚联姻岂不是喜事一桩吗？我看中的贤婿不是秦王，靳大夫道喜走错门了。赵侯雍虽好，但与秦王相比，确有缺失。此话怎讲？赵侯雍来楚国提亲，是为了合纵；大王曾允诺婚事，也是为了与五国联盟。臣以为，五国联盟貌似强大，实则人心不齐，不堪一击。楚国若与其联盟，必然浪费人力物力，不如结交强援，共谋他国。结盟由大王定夺，我只在意舒公主的婚事。这婚事和结盟之事同理，五国联盟尽其力，只相当于一个楚国。然而，五国人心涣散，只可当半个楚国。秦国国力雄厚，与楚国不相上下。若与秦国联姻，强强联手，便可无敌于天下。更何况，舒公主就算嫁给五国任何一个王侯，因其国力不强，这些王侯只是徒有虚名，王后之位就更是徒有虚名了。怎能跟一个手握大权的秦国王后相比？再者说，姻缘讲究的是一个缘分。舒公主与秦王情投意合，日后夫妻比翼双飞，鱼水和谐，这不都是威后所想所盼吗？你虽把那秦王说的百般之好，可那秦国荒蛮，秦人粗鲁，舒公主要是嫁过去，怕是要吃苦头的。好与不好，要问舒公主的心意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为后何不找个机会，亲眼见一见秦王？到时便知微臣所言句句是真。我就信你一回。5日后是郢都祭祀少司命大典，舒公主会献舞少司命，到时我和大王都会去。我会让大王宴请秦王，秦王的人品和谈吐如何，我一望便知。当心当心，规避碧帛以示鬼神，千万要摆放整齐。是，这个放上面。啊，那这件呢？这个放正面。是。供奉的六兽和酒水都摆放在那边。祭祀少司命，国之大事，天神在上，非凡柴不足以达之。哎，一定要让人悉心照看这燔祭时的烟气啊！来来来，动，快一点！黄公子，黄公子，月儿，舒公主，嘿嘿，傻笑什么呀你？月儿今日格外好看。步裙金钗，寻常打扮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一会儿舒姐姐换上祭舞礼服，那才叫一个好看呢。妹妹步裙金钗，在黄公子眼中都有这般姿色。你若能穿上祭舞礼服，那不美若天仙了。姐姐，何时你也学得如此油嘴滑舌？姐姐的话是认真的。上回祭祀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若是月儿主跳祭舞，
皇公子吟唱作伴，那你们才是郎才女貌呢。多谢舒公主成全。全是轻薄口舌，不与你们说了。哎，月儿，其实他心里是有你的。皇歇只是想讨个今日的彩头，祭舞之后，恳求大王把月儿许配给我，望少司命庇佑，天遂人愿。殷公主，殷公主，这壶中便是公主要的北域雪梨酒。这公主答应的酬劳，这是宫中最好的羊脂玉，你等平日是见不到的。公主也别小看了奴婢，这酒也是稀罕物，性寒烈，夏日里少饮可解暑，多饮却会腹痛，千万不可贪杯啊！好了好了，本公主知道了。你见到舒公主今日要穿的那件祭祀舞舞服了吗？见到了，美的无与伦比。姐姐，刚才你与子歇说了些什么？不告诉你。你若不告诉我，那以后我也不告诉你了。你不告诉我什么？你想知道的事情啊。你不告诉我算了。天好热呀，珍珠，去给我和月儿倒些凉茶来。是。舒妹妹，可是口渴啊？我这里有一壶玉露琼浆，据说饮用后可让人冰肌玉骨，有脱神成仙之态。既然妹妹将在祭祀大典上主跳少司命祭舞，何不多饮2杯，也可助兴。姐姐，平日里你就不胜酒力，这酒还是不喝的好，免得误事。既然姐姐有这等好东西，妹妹怎能不喝呢？给我尝尝。真是甘甜如蜜，清凉入骨啊！这么好的东西，你们可不能跟我抢啊！再来一杯。姐姐，少司命祭舞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等还不快去更衣？走吧，快可不是，时辰不早了，再不更衣来不及了。走吧，我们一起更衣吧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舒妹妹，不知怎的，我这肚子有些绞痛。快坐下，姐姐，我给你揉揉。怎搞的？莫不是中了暑热，或者岔了气？不知道。哎呀，这疼一阵一阵的，怕是一时半刻好不了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舒公主还要领跳少司命祭舞，身体不适，这可怎好啊？是啊，现武少司命万人瞩目，千万耽误不得。女士要早做打算啊。若是舒公主不能领跳，那只好临时更替啊。眼下能顶替舒公主的只有……女士说的有理，能顶替舒儿献舞的就是月公主了。啊，我不行，我不能跳。月儿，舒公主这话当真？私下里，
玉儿曾帮我许多次，她其实跳得比我还好。你真的和舒公主一起练过？我是练过，但我不行，我不能跳。舒妹妹此言不妥。祭祀少司命是何等大事，芈月从未接受过女师指点，草率献舞，亵渎神灵。献舞少司命，讲的是一个诚字。有些人心里不干净，即便献舞，少司命也不高兴。既然舒公主力荐，那就试一试。你现在就跳给我看。你若真的能跳，那就是少司命选中了你，你命里该有的逃不掉。今日由少司命判定的事最妥不过。女师，芈月向来忤逆，微后若知晓此事，定不会答应。这女师已经说了，此事由少司命判定，即便日后母后怪罪下来，舒儿自会分辨，女师不必多虑。月儿，月儿，皇爷在等你，别辜负了他。大王到！秦王到！秦王请。楚王请。坐。秦王请。楚王请。微后请。秦王，那少司命的祭舞就要开始了。今日歌乐鼓舞，同鸣相召，以屈子的九歌祭祀少司命，极光凤羽，别具匠心。秦王可知道今日祭祀之舞领舞之人是谁？是谁？正是寡人的贤妹舒公主。舒公主领舞，好。早闻楚国歌舞美轮美奂，本王今日应楚王之邀，能一睹其真颜，也是大幸。那秦王果然是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。微后好眼力，舒公主未来的郎君一定是万里挑一的。夫人自有喜美姿。难怪婴儿盯着黄歇不肯放手。凭他那身负异禀、玉树临风的模样，我都想多望两眼。孙何以喜愁苦？像婴儿这样情窦初开的小女子，自然是把持不住。微后说的是，
在婢子看来，咱们楚国的盛年才俊，一点不比那些诸国的王侯们差呢。难怪世人都说咱们大楚人杰地灵，世间人才大王揽尽。这恰恰显示了我们大楚国的胸怀。先王们征战那降小国，那些亡国的王子王孙们到了楚国，哪个不是在这里好好享受着荣华富贵？满堂喜美人，虎毒郁郁西牧城。姐妹真是人才济济，往日光闻舒公主武技卓越，今日才知这月公主真是更胜一筹。大王，您说呢？啊，是不错，的确跳得不错，婀娜多姿，宛若仙子。楚离子啊，先前不是说今日祭祀之物是舒公主的？或许舒公主身体不适，无论如何，总该是有缘由的。舒儿来兮，忽而逝。细苏兮地角。楚离子，你月这个丫头，平日里看起来男孩子似的豪爽，今日呢，恍惚换了一个人。婉约可人，臣弟刚才见她在台上与黄歇眉目传情，真是姻缘天赐，一双璧人。金玉之声，天籁之美，本王今日果然大开眼界。今日是舒公主与秦王的定亲之日，载歌载舞，正应了大吉大利之兆，请。禀报大王，公子歇求见。带他过来。是。公子歇为何求见？秦王大约不知，这是我大楚的风俗。少司命是楚国幸运之神，掌管婚配、子嗣、祸福。往年给少司命献歌献舞的金童玉女，都可以来向本王讨个赏赐。哦，黄歇拜见大王。黄歇，今日祭祀大典，你等轻歌妙舞，令少司命欢颜。寡人要好好的赏赐于你，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大吉之日，子歇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是心里有一个愿望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但说无妨。
大王之妹月公主，温婉贤淑，冰清玉洁。皇歇潘龙与那些个小国打交道的繁琐和啰嗦。虽说淑儿出嫁要到来年春天，但嫁妆也要开始慢慢筹划起来，免得到时候慌手慌脚的。母后说的是，寡人已经命内在整理方府内库，列出清单，被母后挑选。方府是宫中藏宝库，固然重要，但我想也得让平府准备个书目。这平府是宫中的藏书库，不知母后想要多少藏书给淑儿陪嫁呢？当然是越多越好。秦国荒蛮，淑儿远嫁秦国，有几卷书陪伴，也不至于太无聊。好，那母后放心，寡人尽力去办就是。